阿公，好久不见。阿公，俺叫么样的？阿公，俺叫么样的？来，一人一颗，刚采下来的，很甜哦。来，一山一粒，长杂个，当天么？来，一山一粒，长杂个，当天么？真的是家中种橘子，一定会大发利市。真紧是家中前头家，自有金运淡。真紧是家中前头家，自有金运淡。谢谢，请坐。好久没吃到阿公家的橘子了，最近很忙吧？是么？强错。好久没吃到阿公屋下嘅感冒，俺叫都无下起嘛？是么？强错。好久没吃到阿公屋下嘅感冒，俺叫都无下起嘛？是啊，谢谢您金口，有我儿子媳妇回来帮忙，人手多也就轻松一点。系啊，是么嘢金口？有俺来日啊！心皮就站在天手啊，年数多，又下强送掉日啦。係啊，是麼嘢劍口？有愛來日啊，心皮就站在天手啊，年數多，又下強送掉日啦。难怪阿公满脸笑容。难怪阿公可以用小面。难怪阿公可以用小面。我想将地卖给儿子。我想將地啊弥補我來日，我想將地啊彌補我來日。負責地政業務的小姐告訴我，要先過來辦理印鑑證明。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啊，同我講，我先過來辦理啊印鑑證明。負責地政業務嘅小姐啊，同我講，我先過來辦理啊印鑑證明。好，請先給我身份證跟印章。阿公想申請幾份？要限定申請的用途嗎？強生不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阿公想申請幾多份？愛限定申請嘅用途嗎？強生不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？阿公想申請幾多份？愛限定申請嘅用途嗎？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不用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我要2份，用途哦，唔是限定啦。好的，那就是要申請2份不限定用途的印鑑證明。佢就是愛申請2份無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佢就是愛申請2份無限定用途嘅印鑑證明。這樣規費是20元。按樣規費係20元，按樣規費係20元。阿公，請您看一下，這邊印鑑申請人是您。阿公，請認認一下，你印鑑申請人係你。阿公，請認認一下，你印鑑申請人係你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是不限定用途2份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2份。印鑑證明使用目的係無限定用途2份。如果沒有其他問題，請在這裡簽個名。係冇其他嘅問題，就請在你這位簽個名。係冇其他嘅問題，就請在你這位簽個名。這樣就可以了，印章還給您。俺講就做得嘞，人兒萬本意。俺講就做得嘞，人兒萬本意。謝謝。什麼？不客氣。唔是客氣。
唔是客氣。